大家好，我係 Grace， 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。我會為大家帶嚟最新、最貼地嘅澳洲社區資訊，同你一齊緊貼本地動態，掌握第一手消息。位於雪梨 Merrickville 嘅新會文化中心，長期以嚟一直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。中心積極推廣同介紹廣東新會嘅歷史、文化、物產、經濟以及旅遊景點等，讓更多澳洲居民同華裔群體能夠深入了解新會嘅獨特魅力。新會文化中心亦會不時舉辦唔同活動，其中每逢星期五下晝1點至3點開辦嘅粵曲班，更係深受社區成員歡迎。一個星期一次，我哋呢個時間咧就係每星期五或者星期四咧都有兩樣嘢做嘅。星期五係教歌，教一隻歌點樣完成佢，點樣唱得好，邊段好啊，咁我哋都會唱。咁跟住咧就跟住嗰啲堂係執翻佢隻歌點樣唱好佢。咁我就好想咧就係話用音樂唱，即係叫做 live 啊！我哋係全部即係華人嚟，我哋都係教嘅，無論後生老，我哋都教，因為我哋想薪火相傳。嗱，我首先咧多謝阿林先生先，因為佢俾個機會我哋成個班志同道合嘅一齊度玩。今日好多謝我哋有呢個機會喺度實習，因為呢個係好難得嘅因為粵曲你揾場地係最艱難嘅。咁我哋咧就好就手啦，梗係開心啦，梗係開心啦！有個地方俾我哋一齊唱歌啊，一齊喺度研究啊歌曲啊。咁咧，我覺得咧就我應該喺澳洲咧發揚我哋新會嘅文化，我哋介紹我哋新會嘅產業啊、企業啊、歷史啊，同埋各方面嘅風土民情咁樣。咁其中粵劇咧喺我哋新會咧可以講得係起源於新會嘅粵曲都係。咁我就歡迎所有嘅華人朋友啦嚟我個中心嗰度咧，就免費去借用呢個場地去發揚呢個中華文化。書畫琴棋啦，我哋都歡迎嘅。除咗粵曲之外啦，書法啊、各方面啊、畫畫啊，我哋都歡迎佢哋嚟我哋中心借用場地嘅。因為咧，我哋文化中心移聚咗好多華人嚟呢度咧，弘揚我哋自己嘅文化。同時咧有種凝聚力喺裏邊，同時佢哋可以傾下鄉下啲嘢咁樣子，係好有成就感，又可以喺度介紹到我哋新會嘅文化產品，例如陳皮啊咁樣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多詳情，請到新會文化中心官方網頁查詢。